其实我们的乐团的母体，小朋友，你说小朋友的母语怎么说吗？小朋友的母语叫做什么？小朋友的母语是娃娃，娃娃，对，好，还是要来介绍它。对，乐团的母体呢是在台东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其他后面的团员都是从台东来。哇，从台东远道而来，来，掌声再次欢迎他们。好，其实呢，你们台上看到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台北，对，就是台北的小朋友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从不会阿美族的歌曲，还有乐器。对，从零开始学习，然后到现在已经有2年的时间。2年的时间。对，然后呢，很开心的参加这么大型的活动。那请问他们有阿美族的名字吗？他们有阿美族的名字啊，就叫马嘎巴嗨。马嘎巴嗨是什么意思呢？马嘎巴嗨就是漂亮的意思。漂亮。马嘎巴嗨。对，就是马嘎巴嗨就是漂亮的意思。好，妹妹呢，她是我们台北团最小的团员。哇，年纪最小的来。掌声鼓励一下他，还是呈现那种无身服状态，就是老师我想休息，不是，没有偷偷讲出来。好，来猜一下他几岁好了？有没有人要快来看？那边有说5岁的，5岁，有6岁，还有呢？有4岁，有4岁的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这个1岁，